嘿，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1月2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啊。今天周五，胡适可以说是有喜有忧啊。喜的是沪指都涨了，截至收盘沪指涨0.34%，深成指涨0.85%，创业板指数涨0.7%，科创板指数涨1.26%。这个最主要的是上涨家数4122家，下跌的只有1193家，并且这个市场的中位数是0.94%一半的股票涨了1%左右。也就是说，对金融消费者来说今天应该是个笑逐颜开的日子，大部分都涨了嘛。这个口袋里账户上钱多了一点，多收了3-5斗不知道周末能不能去刺激一下消费但是也有遗憾的地方遗憾的地方就是两市成交额只有1.58万亿，比昨天少了1000多亿。你看肉眼可见的快速的滑向1.5万亿。下一周开盘就是12月了这个成交量萎缩的有点快，今天是缩量反弹，说明资金并不活跃，很多资金已经休息了，这个仅仅是个反弹我们看看这个海外的机构摩根大通看好中国股市，将 A 股评级上调至超配，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人家这回直接点名就是 A 股，不是什么港股也不是什么纳斯达克中概股，告诉你就是 A 股。财联社11月27日电，摩根大通策略师指出，中国股市明年实现大幅上涨的概率高于遭遇重挫的风险，因为多重增量驱动因素正转向积极。他们指出，明年将迎来多项增量支撑因素，例如人工智能更广泛应用及刺激消费措施，因此将 A 股评级上调至超配。就是截止目前你还没有看到哪一个海外机构还有国内的机构说胡适明年不行了，都是在唱多一片唱多之声今天市场上关于上市公司的消息我看更多的都是减持完美世界实控人拟套现5亿元这就是减持中继续创也是在减持这个王晓东，这个赛威电子对吧，也有减持。赛威电子公告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因基金退出需要，于2025年11月25日至2025年11月27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643万股，持股比例5.88%，下降至5%，实际上就是4.99999，6个9，低于5%以后减持就不用通知了，应该是这样，可以偷偷摸摸的减持关于胡适减持这个是个老问题我在节目里面说过我对减持这个本来应该是市场化对吧，交给市场，但是咱们中国确实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所以减持就变成一个让这个中小投资者头疼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公司真的好对吧，它现在股价10块，大家都看好它，按照它的盈利能量，按照它未来发展市场规模，它的股价能涨到100块，你说它10块钱减持，它那不是让利给市场吗？那是让利给中小投资者那是有大爱但是为什么对吧，现在这个大股东一减持，散户就骂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股票现在这个价格有点高，大家心里都虚对吧，要走那得让我小股东先走让金融投资者金融消费者先走对吧，你这提前跑算怎么回事是不是这个逻辑就是如果大家还在反对减持的话，那只能说明这个市场那个股价是自欺欺人，都知道那股价撑不起来，所以嫌弃别人先跑。今天我在网上看到这个证券专家刘继鹏和那个金岩石他们还有一个视频连线就是探讨这个大股东减持的问题。这个刘继鹏就问他说你说这华尔街就是美的的这个资本市场有没有减持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那金岩石就说什么价值观的转变，什么一堆具体的我觉得这两个人谈的还很有意思，他们两人对话你仔细听一听，这两种风格一个是相信市场，一个是相信行政手段，也就是呼吁政府你要赶紧出手，再不出手就晚了。一个说不能出手这个不能行政干预各说各的理大家看视频。我们为什么要办中国的股市？这公平和正义是起码的标准吧，应该是超过一切的标准。这样公平吗？不公平。我们为什么不能对这些大股东进行限制呢？我们过去的10年股市在3700点800点这个期间已经3起3落了，但是这次是过了4000点，当然现在只下跌了200点。我还说为了让监管部门都能够有所意识，
因为大家都现在承认我们要追求长慢牛，这是健康股市的基本特征。我还把慢牛的定量标准是什么，快牛是什么，疯牛是什么。我说如果每天上涨不超过1%，4000点就是40点，这就是慢牛。如果在1%到2%之间，就是80点以内啊，那我们就是慢牛。如果这一天上涨或者超过了90点，那才是疯牛啊。我前边说了，就是这80万亿当中，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就是中国这个一致行动人非常可观，特别是对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严格说，他们最早上市没有想到减持。我在我们2009年科创板开板的时候，选了其中大概5、6家，在中央电视台做了个节目，我就问过他们，我说你们上市的目的是什么？都是完善治理结构，给企业上市公司筹集资金。我说你们想到过你们个人都是私人股东，你们就成为暴富吗？大家面面相觑，说没想过。其实我也但是我也觉得现在09年到现在已经16年过去了，还有谁再说没想过？那就是瞎话了。因为在二级市场上减持这个股份，那是多么的可观啊！你那个不到1块钱的股份，现在都30、50块钱。严格说，如果不限制大股东减持的话，这个说句心里话，我就说第一大股东要不要有？要有的话，到底多少为宜？就这句话，在我心里就像一块病一样压着我。大家一致的观点是30%，我仍然说到一个大股东上市持30%，这在上市公司里已经是不多见的了。你看看 DeepSeek 语数机器人，还有什么大疆无人机、华为，这都是民营。那么因此怎么引导他们向现代公司过渡，这是一个关键啊！不要以为民营企业都是私有的，就永远在家族企业那儿混，哪怕你成了上市公司都可以一股独大，这是不对的。国际上是怎么做的？这是我一会儿想请教你的问题。就国际上为什么就没有这么多一股独大呢？它是怎么就发展起来了啊？我们的监管部门为什么我呼吁这么多年了，怎么就没有听取我的意见呢？到底顾虑在哪儿？还是说只认识大股东和上市公司，不认识2.5亿股民？我想今天无论如何，咱们要破个题，也得把这次下跌到底大家顾虑的是什么？股市能不能成为拉动我们经济下行的引擎？还有人说啊，你经济根本没改变，你股市上涨1000点，这是不支撑的。股市到底是晴雨表，股市能不能成为引擎？我想你一会儿你要帮我回答第3个问题。如果我们任凭这样的减持下去，同时他们又不失控制权，还能够市场上套现，他们这些私人大股东赚得盆满钵满。而且我们为什么要办中国的股市？这公平和正义是起码的标准吧，应该是超过一切的标准。你的效益要建立在公平基础上，这样公平吗？不公平。我们为什么不能对这些大股东进行限制呢？我们现在有一个错误的倾向，就是一过4000点，很多人都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并且觉得那些该减持的大股东该让他们出来了，用大股东的减持在调节股指，这是很危险的。我们这5400家上市公司，整个的总股本是多少呢？是7.77万亿股。可流通股是多少呢？是7.19万亿股。现在我们的5400家可流通股已经占了全部股份的93%。如果说这些都从55这么大的比例下调减个20%到25%，那么将耗掉23万亿的资金，我们的4000点肯定保不住啊。前一阶段你虽然到了可流通了，但是你要想减持，那你得报我，可是我不批你。所以到了4000点，领导也觉得你说上市公司大股东3年以后可流动，高管1年以后可流动，可是你不给人家流动，这是不是有点理亏啊？所以在这种徘徊中，我们今天真的再也不应该让这个问题困扰我们了。你就谈的最后一个话题，就这一轮下跌和我们把大股东放出来减持有没有关系？我说完了。好，季鹏给我提了几个问题。第一，从当年我们都经历过的6124点到1650点大幅度的下跌，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人减持，而当时能够减持的都是国有股，所以国有股减持给市场带来了
一场灾难到现在都没有缓过来。现在我们又面临着减持，虽然不是国有股减持，但是从国有股减持到现在的民营大股东减持，减持是一脉相承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如何来规范减持。中国股市的原罪就是从一股独大开始的，从国有企业的一股独大到了现在民营企业的一股独大，它都是减持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用行政手段来规范市场，是违反市场本性的。参考华尔街的做法，就是从一开始就让中国的机构投资人直接参与到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投资人主体应当以机构为主，而机构才有耐心成为长期投资人。所以通过减持来把市场机构化，这才是方向。在机构成为主导又不干预公司经营的制度下，大股东就会自愿的要求他自己持有的股份转给机构。比如像东方财富原来是家族全控，现在呢大部分股权都转给了机构，其实本人依然还是实际控制人，所以这个公司呢就通过机构化完成了一个转型。所以我是觉得参考国外的经验，机构化这是核心，而不是用行政手段来建立什么样的制度。第三点呢，我们2次讲过，曾经我们6000多点的时候，美国的股市也跌到过6500点上下，可是从6500点涨到今天48000点回撤，但是这样一个大牛市哪里来的呢？我就把我一再倡导的价值投资理论简单讲一讲。当你看到美国的股市从道琼斯6500点上涨到48000点，这个超级大牛市的背后是价值取向的转换。一开始美国的股市也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这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规则。直到1971年纳斯达克开盘了，才产生了第2个价值观，那就是创新成长。这时候企业就从利润最大化变成了利润加资产双轮驱动。于是在资产驱动的这个轨迹上，我们又看到了在资产的成长中就产生了7巨头，7巨头又占到了美国全市场的30%。这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变化之中，是从资本家追求利润到企业家追求成长，再到现代企业家追求成长加超额利润，这样一个转移的过程。这样我们再把7巨头的出身给大家讲一讲。7巨头没有一个是从纽交所出来的，7巨头都是纳斯达克的儿子。这样你就能看得出来，入市的时候纽交所有利润门槛，纳斯达克没有。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的7巨头却是从纳斯达克长出来的，长出来了就成了这个市场的第3个价值观，叫创新成长加超额利润。所以市场的转换和牛市的接力棒背后，它是一个价值不断升级的过程。当然有制度在调整，我也亲身经历过公元2000年的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我段永平、孙正义，我们都是在当时的纳斯达克市场，1年之内80%的股票跌幅超过80%，37%的股票一次性退市。于是也出现了一个制度改革，就是让纳斯达克并入我们现代证券市场。所以制度变革并不是行政手段，而是市场制度的变革。在这样的变革中，我们会看到，一级是机构投资人的成熟，一级是上市公司的成熟，2个成熟才能托起这个市场从6500点到48000点。我们的原罪在哪里呢？我们常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于许多上市公司而言，初心是什么？初心就是圈钱。使命是什么？使命就是跑路。如果这样的价值观占领了中国的 A 股市场，你连3000点你都守不住。这时候你想通过一个行政命令来调节市场的走势，这叫痴人说梦。所以不要相信制度自身能够让市场起来，我们还是要让市场在成长中完成它的变革。所以最近我们聚焦在4000点上下震荡，在我看来这个震荡是健康的，因为这就是市场经历了1000点的上涨，倒车接人，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股市的洪流中。不要以为我们市场没有变，3000点震荡区间，当时的隐形法则叫721，7赔2平1赚，赚钱的10%那是少数人。现在呢，1000点之后，我们在4000点震荡，回首我们看一看，721法则已经变成了37法则，是3成赚7成赔。从赚钱的比例上看，从10%的赚钱到30%的赚钱，这样大的变化我们不能看不到。所以当市场的财富效应显示出来了，我们一定会看到2只手在这个市场的背后。第一只手就是我们看到当年拉动经济增长的房地产崩塌了，而且现在银行直供价格还会继续下跌。
其结果就会说楼市这只手没有财富效应了。我相信中国的老百姓血液里就流淌着投资人的血液，他们就会自发的进入证券市场。这样，你把在证券市场上赚钱的概念从3000点区间到4000点区间，这是300%的增长。我不信中国的老百姓都是傻瓜，中国的老百姓现在手里拿着钱，就是准备入市的。所以市场倒车接人，我们乐观的看2026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沪指4000点之上。我们此时此刻，我们不是在问何去何从吗？我的答案就是何去回撤一下，何从走向4000点之上，实现你留4000的10年梦想。所以你乐观一点，不要这么悲观，尤其在这个时刻，不要寄希望于政府来干预这个市场，这就会让市场彻底毁掉。这个刘继鹏咱们都很熟悉，对吧？我这节目里面经常介绍他，他就一力主张把这个搞到4000点，稳在这儿就能解决问题。事实证明啊，现在到了4000点已经好几个月了吧？消费起来了吗？专家最主要的是他不知道韭菜炒股的这种心理，专家也很难体会这种赌徒这种心理状态，对吧？这就是专家他不知道为什么 P2P 啊会把那些受害人给吸住，只有那些设局的人他知道我这是骗人的，什么时候结束，对吧？有很多人他第一波啊进去投资啊，完了之后拿到那个收益之后他不干了，不玩了，是这样子吧？我以前还介绍过的吧？有这样的叫骨干，他就专门给人家是做资金盘，他是专门给资金盘拉人的，他一投钱，他第一个投，人家搞资金盘呢，那怎么不他搞2个月啊，对吧？搞到多少人在爆雷啊？所以这些人做第一批人，第一个吃螃蟹的，所以他就赚钱。然后但是他不会继续往里投，他这一到期了，马上提前就走人，绝不恋战。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知道这是资金盘，这是要收割他了，所以他处心积虑了，对吧？那其他人不知道啊，其他人投进去之后，也到期了，你投了10万，到期13万，你看看开心吗？这些受害人会怎么做啊？他不可能说把3万拿出来花掉，也不可能说把10万拿出来花掉，更不可能把13万都拿出来，他只会把13万放进去，完了之后自己还要加仓，自己加仓还不算，七大姑八大姨还劝他们去。你看这个我验证了，这是真的，你看看收益这么高，直到最后啊，人家一看钱差不多了，一网打尽，就这么简单啊。就是我说的是这些投资者所谓的心态，他不可能在这个高额返佣面前、高利润面前，他会把钱撤回来，他只会加仓。所以说你把股市搞到4000点就能刺激消费，显然是完全就是对这些赌徒啊不了解。你要到4000点，赌徒要做的事情是更加省吃俭用，把自己对吧能动的钱全部拿来，一把梭哈全进去。这个金岩石说的也很有意思啊，圈钱是初衷，是吧？跑路是使命，这就是大股东啊这种心态，就是上市公司啊这些实际控制人的心态。这个他说的非常准确啊，这个观点我们是一致的。这个5000多家上市公司啊，除了那国有的这不说了啊，那民营企业都是圈钱是初衷，跑路是使命。国有的呢给他改一下，叫圈钱是初衷，但是他不存在跑路的，对吧？他还接着圈。金岩石啊，他主张通过市场化，对吧？不要行政去干预，我觉得这个也是的。但是这2位专家啊，在对比这个胡适和这个美的的资本市场的时候，还是忘了一个是背景，一个是土壤，对吧？橘子生在淮南是橘子，生在河北则为枳。同样的资本市场，在美国就是那样的，到了这儿它就变成胡适。我觉得这2个专家应该好好的谈一谈，我也能理解啊，就是专家不是什么话都能说，对吧？说的不好就给他封了，对吧？就跟那个傅鹏啊或者高尚文那样的，你没有发言机会了，我也能理解啊。但是对吧？你至少可以谈一谈这个贾老板，对吧？贾会计为什么他在胡适就能风生水起，搞了个创业板的标杆乐视网，最后乐视网退市了？为什么他跑到美的那儿去了，对吧？他也搞了个 FF 什么法拉利未来是吧？上市，为什么在那儿就老实了呢？同样都是贾老板，为什么在胡适这儿他就可以胡作非为，到了这个美的那儿他就老实了？是虎他的握着是吧？是龙他的盘着。就这个专家应该把这个好好聊聊，对吧？同样就是贾老板，难道贾老板到了美国就洗心革面了啊？就像加州老师一样的，到了美国就说美国是天堂，他已经提前上了天堂，干了那么多坏事啊，他居然能上天堂，这是对吧？加州老师自己的这个节目里面说的采访啊，难道这个贾会计到了美国洗心革面了吗？我觉得如果专家不把这个事情给他分析清楚，你分析胡适得不到正确答案，完了之后还要对吧？这个金岩石说明年还要到多少点呢？4000点以上，还要怎么样？你这上市公司都治理好了吗？
欺诈善事、财务造假、虚假信息，对吧？这个40亿的算力大单说没就没了。生产火腿肠的他要搞芯片，印名片的企业他也搞算力，你说这还有王法吗？这就这么编故事也没人管，就这么个市场，你给他搞到4000、5000、8000点又能怎么样？最终啊还是牛马还是韭菜啊，金融消费者买单啊。这是个零和博弈的市场，你搞那么高干啥？对吧？社保基金不能赔钱，保险资金不能赔钱，国家队更不能赔钱。然后老鼠仓要赚钱，大股东减持要赚钱，印花税对吧？要抽血。那你说谁出钱呢？最终啊还是金融消费者买单，扛下这一切。我倒是希望有哪个证券专家啊，或者是经济专家、资本市场的专家，好好的分析一下贾跃亭贾老板。哎，如果把这个分析明白了，我就佩服他。你把这个分析明白了，你再说美股为什么涨到4万点？对吧？这不几万点，一个是在沙滩上建高楼，你建的再漂亮，对吧？你建的再合理，有什么用呢？完了，你还跟人家比建造速度，人家10年建了10层，你这1年就要建10层，你在沙滩上建，最终就是悲剧嘛。这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吗？今天啊，这个胡锡进老师啊发了个微博评论这个南通文旅啊，今天啊这个南通文旅的账号突然一下火了，我也觉得莫名其妙，我还真认真的去查了一下，怎么回事呢？就是应该是啊，这个咱们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那新规啊，有一个宣传视频，这个原始视频谁发的我还没看，就是这个视频说什么呢？这视频主要是说这个从2006年1月1号起啊，对吸毒等遭行政处罚的记录予以封存，也就不是你想查就能查的。对那些犯过错误的，对吧？因为吸毒受到处理了，比如说这个治安拘留啊，一大堆的啊，那这个相当于这个案底啊，就给它隐藏起来。然后这个南通文旅啊，用光号啊，在那个评论区里写啊，说哪位少爷吸了，结果这一下炸锅了，你知道吧？好多网友在下面点赞。然后这个南通文旅啊，这个我看的时候啊，好像涨粉几十万，恐怕现在还在涨粉之中啊。说这个南通文旅硬气，对吧？本来就是网友啊认为你这么干，对吧？对那些吸毒的人，相当于把他遮起来嘛，把他保护起来了。你对得起这个缉毒战线上的这些牺牲的警察吗？对吧？你对得起那些因吸毒而家破人亡的那些人家属吗？这么干，对吧？这个毒品对整个社会来说，它这个毒瘤啊，怎么去控制，怎么去管理都不为过。特朗普对吧，还为毒品的事要跟委内瑞拉马杜罗要开战，对吧？现在闹得正火热，好嘛，你这边要把这些因吸毒而遭那个行政处罚的人，就把这些记录给他隐藏起来。南通文旅一句话啊，道破这个本质，说哪位少爷吸了。胡锡老师啊，一看有点破防了，这个视频还现在不见了啊，然后但是被好多人截屏了嘛。胡锡老师说啊，南通文旅这条带有讽刺意味的留言与治安处罚法的新规不符，按说官方账号不该这样做，但是管理账号的大多是资历不深的小编，也就是说不像胡锡进这样的，对吧？油盐不进，只顾雕盘的，对吧？这种老炮，因为都是一些啊00后小孩管理这个南通文旅账号的啊小编。他说这条留言一看就不是账号官方的意思，属于他们内部管理的小事故。他认为这是南通文旅啊管理的事故啊，这个账号怎么让个人发表情绪呢？情绪化，对吧？不代表官方的态度。他说胡锡进老师说啊，无需上纲上线，但是治安处罚法要求封存相关处罚记录，2026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社会保护个人信息，防止犯错者受歧视，帮助他们继续正常生活的一项良知。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一点。胡锡进老师他总是这样啊，就动不动喜欢代表别人。你网上这个呼声，对吧？舆论加上这个南通文旅这个粉丝暴涨，都在给他点赞，已经啊打了胡锡进老师的脸了。胡锡进老师说大多数人同意这一点，实际上不是，对吧？大多数人是不同意这一点，是反对的，要不然南通文旅的这种评论能够火呢？这个胡锡进老师说啊，社会舆论中永远对违法犯罪都有一种严惩，再严惩的呼声，还扯什么保护他们的信息？游街示众也永远有一定群众基础，这种情绪在互联网上尤其容易得到放大。这胡锡进老师开始混淆视线了啊！这就是胡锡进老师坏的地方。网友群众明明反对的是特权，他扯上什么游街，网暴对违法犯罪严惩。胡锡进老师还说啊，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互联网要求处罚竟然是死刑起步，就是胡锡进老师他故意的啊，忽略了网友这种情绪宣泄指向的是特权阶层司法不公。你说要这个隐藏个人信息，网友理解的就是你要隐藏哪个权贵的孩子的信息，或者是权贵的信息，就是胡锡进老师他故意的啊，环顾左右而言他，所以他这个评论呢就滑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了啊。说实话啊，这个治安处罚法修改是不是好事呢？初衷是好的，保护隐私，对吧？一个人犯了错误，受了处罚，按理来说啊，这事就完了，他有权利重新做人，他的信息应该隐藏。胡锡进老师啊说的这一套啊，大家都懂。问题是你这个跟4+4不是一样的吗？对吧？你任何一个开口子，你任何一个关门都是为特权准备的，你打着为群众好，对吧？打着初衷是好的这个旗号，你执行起来实际上是为权贵大开后门。胡锡进老师啊，揣着明白装糊涂，所以网友气愤的嘲笑的是什么？纯讽纯嘲是特权。实际上这个湖北文旅啊回复就更狠了，这胡锡进老师还没看见啊，看见了那嘚了气批了。这个湖北文旅说啊，说少爷怕是今年要参加考公吧？什么意思啊？对吧？为什么急急忙忙的，对吧？从2026年1月1号开始实行呢？因为少爷啊，权贵啊，今年要参加考公，考公不要政审吗？政审你要吸个毒的，你考不了公，所以你看湖北文旅不更那个吗？那这个也是高赞回复啊。胡锡进老师他总是啊，动不动啊把自己装成外国人。4+4好不好？美西方都有4+4啊，就是从那些本科不是学医学的，对吧？把这些人学习好的、优秀的、达到标准的，把他挑出来，直接上医学的研究生，对吧？通过一种培养，这样好让这个医学啊，以后的医生啊是一个全面性的人才，对吧？各种科学他都懂。这个美西方都这么干啊。问题是这么好的制度，你搞来之后就变成董小姐他们去上了，牛马韭菜你上不了啊。还有一个啊，现在各地啊考公的年纪放宽了，有的地方是35，对吧？有的地方40、38，我就反对这种，对吧？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初衷是好的。你看牛马到了35岁找不到工作了，不就是因为你考公这样就卡住了吗？看上去啊，它是顺应群众的呼声，把这年龄放宽。实际上这个放宽也不是给你牛马准备的，还是少爷今年要考试，少爷年纪大了，就这意思。按照湖北文旅的说法，那就是少爷今年年纪大了，在外面大厂啊，在外面飘不动了，从阿里，对吧？从大厂华为这地方退下来，来考个公务员，不挺好的吗？在那儿养老，跟韭菜有什么关系啊？韭菜我跟你说，把年龄放到100岁，你也考不上。胡锡进老师啊，他以这个舆论边疆的守卫者自居啊，以一个新闻媒体人自居，那他更应该啊看到现在当下年轻人都是什么样一个思想，都是什么样一个情绪，对吧？现在这些胡锡进这样的啊老登们还以为歌舞升平啊，岁月静好，他看不到啊，这个就像一个高压锅一样的，迟早要沸腾啊。本来胡锡进老师这种人应该敏锐的捕捉到，对吧？当下社会情绪以及这些情绪形成的原因，那怎么样去疏导，对吧？怎么样去解决，而不是视而不见，而不是以为这些就是年轻人发泄，晚上动不动就死刑起步，晚上死刑起步啊，对的都是贪官和权贵以及这些不公平的制造者，所以谁害怕谁自己心里清楚。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